幾時係擇個好日，幾時要過大禮 ？Thank you。大家好，中式玄學家文師傅啊，講個小秘密俾你知，未做風水叔叔之前咧，我係做過大妗姐嘅。嗱，所以咧，所有嗰啲上頭啊、安床啊、出門啊，甚至乎最傳統嘅過大禮咧，哇，真係一應俱全啦。咁以前咧好苦惱㗎，因為過大禮要咩啊？要椰子啊，或者果籃啊，比較稀有啲嘅生果啦。揾阿 Ken。冇攞亂。另外啦，大家都應該知啦，2026、27年咩赤馬紅羊好火好熱㗎嘛，又結婚又係好火嘅活動喎，所以咧一粒珍珠幫到大家啦。所以嗰陣時咧又係苦無，哇邊度揾啲珍珠靚嘅珍珠難揾喎，Too 高可以幫到手啦。再跟住啦，然之後咧。咁結婚梗係要擇翻個靚日子㗎啦，咁我可以幫佢哋擇翻個靚日子啦，同埋結婚最緊要咩啊？要 partner 啊！咁喺嗰陣時未有 partner 之前咧，我哋就會有譬如有啲分配公司啊，阿 Jackie 嗰啲又可以幫到手啊。咁 Jackie 同我都好多合作嘅，咁希望將來咧入咗太陽分會之後咧，就更加多合作啦。咁再跟住啦，正所謂安居而樂業啊嘛。咁咧我就會因應新郎哥同埋新娘咧，就睇下佢嘅東南西北邊個方位比較適合佢啲啦。哇！香港18區裏邊咧，究竟邊區適合佢哋咧？喂，我哋嘅太陽分會嘅樓神高可以幫到大家。高咧都係我哋嘅協力團隊嚟嘅。入到太陽分會之後咧，同地產代理專業嘅幫到手，咁我哋好多合作嘅機會咯。好，交個咪俾你。